兄姐大家平安，请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司琴请奏乐。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我咬我的时要安尼学了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把足，亲像食骨切油鱼。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了你。请掀开圣诗581首，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声音期待赞美，你心我拢无失天，爱声音好甜蜜，上帝听他我为结，应该感谢拢无散，时时刻刻体验主恩，最主路。愿我为听出声音，我那条路为了路途，耶稣你做行这路，主老无会叫我心里忧伤转换到天边，我是无奈的大结晶。你家的水变我心，对他一样藏我心情，你心听主受改变，你归心的黑暗高架，你的革命的行走，温柔我主令我的命。尊严定你真诚，请咱永远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会众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0篇。显着我来启，恁来印。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应由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
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受款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予以花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正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痛的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我要上赞学了你的名，感谢你用慈悲款待阮，互阮因为你的救恩，会当坦然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求你用你的光来光照阮，互阮随时警醒，调整阮的所行所做。主啊，求你赦免阮毋是一个好搁尽忠的奴仆。时常领受你所赐侪侪恩典，却时常因为肉体的软弱，伫逐项行为的顶面背逆、夸口、骄傲、自私、疼心无够，信仰渐渐冷淡。求主帮助阮，互阮时常思想主的恩典甲慈爱，无论顺境或者是伫逆境当中，拢着感谢上帝的恩典。愿上帝拍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主的声音，领受你的话语。通过你的话语，互阮的信心会当哪来哪坚定，行出美好的见证，经历上帝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怜悯世界各国，因为新的疫情所带来百姓的不安甲惊吓。愿上帝看顾、保守、甲医治，临到每一位心灵软弱的人中间，互阮有缘会当仰望你，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安然徛起。感谢主，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会本主日上午第2场礼拜颁发2021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受奖的名单如下，请家己看。第2，小会公告，因应本土疫情，请遵守政府规定防疫相关的政策。伫厝内防疫的兄弟姊妹，请利用线顶收看主日礼拜直播。第3，中执会公告，由公由梨园本届新任的董事长选举结果已经出来啊，由余海平长老当选，愿主赐福，敬请代祷。第4，本会定伫本主日下午3点举行幸福小组启动会，地点伫主堂，敬请全体区长、小组长、幸福副长甲同工准时出席。第5，下主日是总会所定新竹圣经学院主日，该院派林耀明长老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姐备办新奉献甲代祷。第6，本会定伫9月28日星期3暗上7点半到9点半，伫敬拜中心举行山间冷风吹来高雄特会。当日的祈祷会合并伫敬拜中心，讲师是李宝成牧师甲牧师娘，施正义牧师甲牧师娘，敬请兄姐尽力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第7，本会2022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将伫10月7日星期5起举办，欢迎兄姐伫9月25日星期日前办公室报名参加。第8，本会庆祝设教70周年系列活动，
第一，相爱一生，百年好合，金婚重缔婚约的感恩礼拜，时间是10月初9。第二，感恩礼拜甲感恩餐会，时间是10月15，星期六上午10点，地点伫林丰宫，费用是200块。请伫9月30星期五进前，到办公室等培训干事报名参加，敬请小组长协助组员报名。你若是有要坐共一道的人，一道是10个人，也请做伙报名，以便安排座位。同工参加的本会将赠送70周年纪念品甲见证册。第二，具体消息：70周年庆典小组伫本主日礼拜后12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会议，敬请这人员、牧师团、各区长、余海平长老、廖明清长老、彭立中长老、陈美玲长老、赖文生执事、黄忠胜执事、余文书干事、柯宏干事会当来出席。第二，成人牧区的消息。第一，本主日第2场礼拜结束后，请成人牧区的小组长会当留落来，地点伫办公室外面的走廊。第二，9月20星期二6点，下晡6点，伫3楼图书室召开小组长会议，敬请小组长准时出席参加。第三，幼公幼儿园家人情事教育讲座，时间伫9月30星期五暗时6点半到8点半。地点是伫富堂，欢迎大家拢会当做伙来认捌、分辨、甲管理情绪，学习运用正向的力量来增加咱厝里的人的关系。第四，合作社消息，社员相连，15岁到80岁，意外保险1年的保险费是2000块。请伫9月19星期一进前接受办理。如果超过就无搁受理。请合作社chấp顺。第三教界消息，请牧师报告。咱教界消息吼，92届第3次的高雄中华议会有召开吼，选出一届干部。议长是李永国牧师，永兴教会；副议长王祖豪牧师，三一教会；书记周主典牧师是安兴教会；副书记麦启新牧师是前丁教会；中会的过届是余海平长老，就是咱教会吼。总会长老陈顺义长老是路德教会，其他这中医牧师甲中医长老，咱家己看吼。牧师爱小可做一寡因为咱即个70周年吼，已经拿咱瓦群今日即个庆典小组吼，可能中间咱的干事配分甲名家吼，咱来参加吼，因为咱。剩差不多4礼拜久的时间，4礼拜久。有几项可能咱会做调整。这个金婚甲重缔婚礼参加的人实在伤少安尼讲就较稀微所以咱要改做伫迄个70周年的庆典中间来表扬这50周年，咱就这个就可能以后咱才阁有爱有一寡人要重缔婚礼来才甲热烈，若无就。变做较无意思这甲大家报告过来一项就是咱的敬老是10月初210月初2本来咱拢有敬老的寿宴，嘛有考虑到讲这初2也要自餐15也要自餐，22搁中午也要自餐，所以感觉会互大家真劳动，所以咱10月初2敬老金照发这个10月初2的自产就合并伫咱10月15咱做伙伫这个林芳宫咱要参加以上65岁以上的本来要到200点，即马免费因为恁本来就是要请人所以65岁以上的敬老选咱就甲并做伙因为咱70周年。咱希望有70块倒较盛况希望大家较踊跃参加，这是咱教会欢喜的代志人70岁
庆生嘛，来热烈吼，所以请咱兄弟会当配合吼。咱65岁以上吼，本来要交200块，因为咱本来敬老就有寿元吼，所以咱合作会吼，用安尼甲大家做说明吼，请咱会当踊跃来参加，多谢。请掀开圣经约伯记42章第5节。白话字伫605页，台语伫579页，和合本伫657页。我来强读。我前耳孔听见你，打我的目睭看见你。我前耳孔听见你，打我的目睭看见你。咱搁来掀开哥林多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白话字伫200页，台语199页，和合本244页。显着我来强读。总是我搭诚侪即等号的人，是对上帝的恩接有，佮伊所赏赐我的恩，毋是空空。若是我比因众人较着磨，其实毋是我，是上帝的恩甲我伫地。愿上帝的话点伫咱的心内。赞美，请相连圣歌队。
请陈牧师讲题是对经历神到蒙神恩。兄姐大家平安。头拄啊，牧师哥要解释讲，咱要改变吼，袂记昨昏伫咱的即个所在，下晡2点有咱所敬听老丁老妈老张秀玉姊妹的对主个别礼拜感谢上帝，主煞伊的劳苦带伊倒转去，感谢大家真踊跃来参加带予双家真大的安慰这是老张老甲张老娘要甲大家做一个谢道谢感谢大家，好，真谢，感谢上帝互咱伫即个大家庭中间，咱会当甲欢喜人送甲欢喜，也甲哀伤人送甲哀伤，因为咱拢伫主内面，拢是一家人，阿们。好，下早起牧师透过20个圣经，甲咱来想即个题目的对经历上帝到蒙受上帝恩典头一位即个约伯记42章第5节即才是约伯一个真大经历上帝的告别伊讲：我前耳孔听见你，打我的目睭看见你。前是敢若听着尔尔，即马看着到底是安怎？搁另外一位的圣经就是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特别伊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告我伊也安尼家己咧告别。伊讲：总是我打正做即顶好的人，是对上帝恩才有。搁伊所收受我的恩，毋是空空。但是我比众人较着我，其实毋是我，是上帝恩甲我伫地。使徒保罗做一款的信仰的告别。兄弟最近牧师有咧教对咱70周年的即个见证节，看足侪经历上帝感动的故事。其中我感觉真有趣味的是。有真几位细囝的分享细囝当然，因的分享无一定是有安怎经历上帝。不过伊讲讲伊来教会参加即个咱儿童伊是感觉好耍所以囡仔是感觉好耍，好耍甲要来。毋过听迄个一遍搁一遍改成拢听过即个圣经故事，伊感觉足无聊的这囡仔。拢足天真的反应，其实对囡仔真正常。国小的小朋友大部分拢是爱耍啦毋过读到国中以上的学生的见证都拢无共。伊讲因会参与伫即个囡仔的服侍所以因着会去经历着上帝。要带这囡仔看足简单无简单咱大人要带那足困难的。这国中生、高中生因欢喜来带这囡仔办宴会甲因做伙，甲因互动。因就是爱为了这个代志爱祈祷为了天气祈祷，为了这个疫情祈祷，为啥物祈祷？伊有祈祷，因就有经历上帝。感谢主上帝真有听因的祈祷，所以因会参与服侍。这少年人因就经历上帝，所以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开始改变，开始成长，开始改变。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要紧。因为姊妹咱对信主了，其实咱爱头有去担着主恩的滋味，到尾咱嘛是爱去。搁去经历上帝，不断经历上帝。若无咱的信仰会愈来愈感觉无啥物味素所以有一个迄个调查讲人信主了我捌讲的，差不多5%的人毋捌去教会，10%的人嘛走去倒去，20%的人毋捌咧祈祷，25%的人毋捌读圣经。这也是真真实的牧师娘讲。
伊咧推这读圣经的时，因的组员讲哇，较早吼拢也无咧读吼，即马拍拼读。30%的人无咧参加礼拜，40%的人无奉献，50%无参加主日学，60%无参加团契活动，70%毋捌宣教奉献，80%毋捌参加祈祷会，90%毋捌有家庭的礼拜，95%毋捌带人来归主。这个统计当然也不一定会准，但是是咱的参考。毋过讲100%的人吼，拢想要入天堂，吼，100%的人拢想要入天堂。大家信耶稣嘛，拢想要入天堂，吼。想要入天堂，但是吼，愿意付代价吼，80个来军队主的人，实在是真少，吼。生命若无经过经历上帝，无成长，无改变，吼。真正，咱人咧笑讲吼，这个少年人哪会遐讲啊？大家拢要去柬埔寨吼，要去偷钱，想讲哦，柬埔寨迄黄金天堂哦，好去遐足简单的，就赚偌济钱，做少爷做公主就偌济钱收入啊，叫骗去啊吼，去用推，去用拍，去用关吼，搁为性命无去吼。因为即摆少年人迄个价值观就足偏差，你知道吗？想讲看会当免趁人食无，天顶看会落来无，看会当足轻松无，会当过好日子。兄弟姊妹，咱做主的囝儿，军队主吼，咱有时嘛有一款心态无，咱嘛想讲我看会当啥物拢毋免，但是吼上帝恩典福气拢收束我。所以我咧读这个见证节，我就感觉讲。实际上，咱的属灵的生命，咱的灵性一定要有经历咱有去突破咱有成长，咱有真大的改变，安尼咱这个生命会无同款无同款我捌讲过，这个美国足有名的这个牧师，迄个 Rick Warren 法利克，伊讲电教会若要复兴要成长，要有5个阶段的更新啦。但是头一个更新的强调就是咱信徒个人灵命的更新。伊这个更新，你会当讲我搁一遍来维新，我有圣神充满我有搁较经历迄个搁较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但是伊讲意思是咱爱搁一遍搁一遍甲咱的主耶稣谈恋爱，甲咱的主耶稣谈恋爱，就是甲主耶稣那个爱人遐尼亲密，常常甲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当咱安尼时，咱甲主耶稣这是甲咱的生活时时刻刻拢相关的，毋是这信仰改成礼拜日甲我有关系，其他拢无什么关系。发现讲咱这个信仰。实在甲宗教仪式无什么关系，是我甲主耶稣迄个亲密的关系。发现主耶稣伊真听我，我嘛真听。这个关系若建立，就会当入去到迄个关系更新。就是你甲主的关系变好，你甲主的关系变好，你甲人的关系会更较好，较好。夫妇的关系啦，亲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会开始无同款。咱前这2天做专人更新尔，咱也看到参加的兄弟姊妹，特别若是头一届，其实也毋免讲头一届，有第2届嘛、第3届，伊也感觉足新，伊会去经历。随上昨有一对夫妇我甲伊讲话讲真久。伊的先生较早是拜得足厉害伊的个性看起来甲昨暝看起来差不多讲180度的转变，180度的转变。我看到伊的目睭，伊的眼神，真正是讲迄个山羊变绵羊，迄真正是
这个本来是吼，迄个石心迄个变肉心嘛，足大的转变。我心中是足感动啦，我心中足感动，因为我甲伊咧讲话吼，伊咧讲话，甲前180度的改变，因为伊就是有去互圣神充满，伊有去得到这个更新，伊这个更新会互伊甲伊的富人人的关系足好，甲伊的妈妈的关系足好，甲伊的囝儿的关系开始无变，开始改变，这就是迄个关系。所以当咱甲上帝的关系真好，咱彼此的关系真好，其实咱来教会就感觉这是一个大家庭，袂讲礼拜刷着方面走，咱大家为个直接讲话，感觉见着面足欢喜，咱毋是干那讲来咧干礼拜，咱个毋是讲走今日礼拜牧师讲到偌赞无赞，这个上界要紧就是咱有一个真美好的团契，咱这个厝内人见面的欢喜。当咱进入这个关系的更新咯，咱的书面自然的更新。咱这个厝内人，咱就知影讲，但是厝内人，咱毋是干那来遮彼此祝福，咱知上帝要互咱祝福整个的世界，伊要互咱会当去改变整个的世界。所以，咱的个人的生命更新、关系更新，到咱的书面更新。咱的教会一定更新，咱的教会一定会成长。咱教会开始进入文化的更新，咱的文化无共款。咱充满娱乐的文化、娱乐的文化、听的文化、祈祷的文化、服侍的文化，大家做工毋是你替我写，是大家拢真欢喜斗阵服侍，欢喜好人的文化。这个文化开始改变，这个教会无共款。这教会一定是会成长，一定会复兴。当教会为50个成长到100个，这教会无共；100甲200无共，200甲500，伊的组织、伊的迄个结构拢会改变，拢会改变。兄弟姊妹，咱足期待咱教会复兴。但是上界要紧的基本的嘛是为咱个人的生命的更新，你要不断更新。你要甲耶稣谈恋爱，你甲耶稣有真好的关系，我相信你甲人的关系，你甲你的使命，你甲你伫这个团体中间，咱所营造的，到底这个团体是甚么，会无共款。咱每一个人拢是真要紧的，爱经历上帝。感谢上帝，咱有从教会这70年来。实在上帝不断咧带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断经历伊，不断成长，不断改变，陈牧师来遮是要满23档，其实伫这23档中间，牧师会感受到咱的教会有圣神的更新，所以咱的敬拜，咱的祈祷会无共款，咱会较全心全意的敬拜，伫圣神内面的敬拜，咱会当伫圣神内面的祈祷，较火热的祈祷，我有感受，咱有咧成长，咱即马有即个RPG 的祈祷，复兴祈祷小组，大家斗阵祈祷，咱的牧养嘛有更新，就是讲，咱为团契牧养的方式，咱有改这小组牧养方式，当然咱要做到非常的好。就要不断努力，不断改进，不断提升，互咱的迄个牧养力更较强，当然咱得更较好，这咱是常常有做一款的反省。过来，咱的组织有更新。过去长老教传统拢是5部的组织，咱即马有改做4部，咱有行政方面。咱有牧养方面，咱有事奉方面，咱有宣教活典方面，拢会当去落实来运作，互所有的机体照特体概念的运作来运作，毋是讲好像这个手咧动，骹无咧动，毋是咱着毋忙拢会动起来。兄弟姊妹，咱
伫无共款的迄个位置，你若动起来，大家就是动起来；啊，你若无动，可能就动得就不遐好吼。有时我伫咱有足侪代志足袂用的中间，我有时甲同工讲吼，即个位置你负责的，你甲做好，啊，伊甲做好，成果就好啊。你毋通去关心，后尾搁看伊，搁看你吼，安尼你会分心，你袂负责。你包括做牧师嘛共款，牧师吼，我若当代志拢我去关心，我去做吼，迄一工落来，你就差不多无精神啊。我今日我要做的代志是这项，是迄项，我重心伫遮，我全心贯注伫这件代志，我甲这件做代志，其他交代出去，其他别人去负责，伊。若负责的话，安尼整个就顺利啊！这就是咱的这个组织啊！感谢上帝，咱教会伫这个报道嘛有咧更新啊。过去咱有迄个甲迄个叫做中央厨房吼，新生命工作，咱大家组织足侪人啊，要来做这个收割的工作，效果嘛真好啊！大家会当做伙做工，足快乐。我就感受着讲，靠有这遐尼姊妹吼，迄连续6礼拜吼，啊了来这服侍吼，足快乐的。我相信伊去工作一定无遮快乐，吼啊来遮个吼，个人煮便便吼，啊个烧烫烫吼，啊感觉足好食。啊服侍，大家做伙食饭，做伙服侍，啊看到有人来信主，吼，心中。看人生命改变，听到人的见证，感觉我实在做有期待。我参加这个服侍，我这个付出吼，小看尔，但是我有得到。啊，这就是咱报道迄个威力啊。咱有这个中央的厨房，咱后即马有咱的小组的报道，所以有幸福小组。啊，这就是哪来的哪甲迄个扁平化吼。啊，要叫咱个人有时咱感觉真困难，但是咱若一组咱一个团队吼，就袂感觉遐重大。啊，感谢主，教会咱有咧不断咧更新吼，所以圣神的更新是足重要。圣神的更新就是咱的 PPT 加较吼，更新的路若无圣神，无法通改变，因为我要哪会改变？就是圣神伫我的身躯顶，圣神临到我较有这个气力做这个转变。啊，你有更新，教会才会当道转型。无教会拢会拿来就是那传统，那硬化，要做任何一点仔改变，愈来愈困难。咱若长辈拢会知影，咱长辈吼习惯了，咱要改变新的方式。我过去都毋捌安尼，啊，我即马要安尼。啊，我就愈无爱。我若拢无咧出去，我就无爱出去。哦，啊，我毋捌去外口住，要叫我住外口，我就袂惯势。我换一个床铺，我就困袂去。这就是咱人拢会惯势。但是你若有咧更新，你才有法通去改变。教会若无更新，就无法通改变。咱若无去报道，咱一切无新的人咧入来，咱足侪事工要去运转，足困难的。遐尼姊妹若无新人哦，咱的门徒训练就无法度啊。要甲啥？大家拢上过啊，吼。啊，咱有的人讲啊，我都已经信主几十档啊，啊，我要上这个课程，我都无想啊。教会嘛要训练啥？无训练，就无精兵，这就袂当互主用的工人，福音的工人。要做主的工，毋是毋免训练，爱受训练，爱受训练。所以。这个报道就互事工会当运转，若有成长，教会足侪问题减少。啊，若无吼，迄个咱咧讲的讲吼，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吼，若无米要安怎煮？吼，啊，若无钱吼，两个阿某定冤家，教会嘛相像啊。教会若要做什么款的工，无钱阁无人，这样袂当，迄样袂当，吼，这人无爱，迄人无人，教会足歹运转的。迄位教会，干若要选一个迄个团结干部吼，伊也无爱，选袂出来呢。但是感谢主，
当咱有经历这款的改变，咱欢喜做主的工吼，哇，这人也要做，迄人也要做，大家拢要来做，咱做啥物嘛拢有法度，做啥物拢有法度。所以感谢上帝，互咱有更新，有转型。转型上大的转型就是一个小组的转型，小组的转型，互一个教会的动力完全改变。但牧师心底上该想的、上该意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莫去互过去的迄个团契的传统完全捆绑，那会当学习小组，无容易。但是这条路一定会互教会较成长，互这个教会发挥的开得较大，有较侪圣徒会当受成全。就是正讲照教会讲哦，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去做耶稣基督的身躯。每一个肢体拢是有路用的，无论伫什么款的位置。但是教会拢去互传统绑条的，这样袂当，那样袂当啊！今年安尼，明年安尼啊，所以长老教会就进入个人化，个信徒的流失。即马超高龄化，就是长老教会头一个危机，足侪人登去天堂，但是新的人无入来，登去天堂嘛算流失啊，就是会减去啊。所以一当4.5%咧流失，毋是敢若少年人啊，强背倒转去，下骹人无起来。这是长老教会至目前上界大危机。若无传福音，就是无新人的入来；若无传承落去，就无是一代煞接一代。这个教会就是会哪来哪衰微。哦，咱看去美国，愈来愈无咧传福音。旧金山第一长老教会，2019年吼，授课吼，剩80岁以上的迄个阿公阿嬷6个。啊，这教会是本来我拢顾一大间的教会啊，所以甲拍袂去啊，关起。哦，迄天去平湖吼，迄林显平牧师吼，啊，伫遐咧讲好笑。啊，马经教会吼，伊讲哦，迄差不多价值5亿啦吼。啊，信徒安尼。大家袂当三听，啊，袂当热心，啊，就为了走，为了得吼，啊，剩无几个人吼，啊，伊讲哦，啊，敢毋讲哦，过去咱即个马经教会来甲卖吼，一人分1000万，啊，迄50个啊，5亿一个分1000万，分倒来嘛免大家咧受苦啊。教会有到即款的地步，可能，当咱若是拢无经历上帝。无领受上帝恩典，咱无感觉讲咱服侍主是福气，是欢喜，就真困难。所以咱需要经历上帝，真正经历上帝。这个约伯吼，讲我以前是敢若耳讲听到，即马目睭看到。这个上帝吼无讲当头对面甲讲啊这，但是伊伫迄个旋风的中间吼出现。啊！上帝用足侪即个大自然的即个现象，才来咧，互约伯去思考。上帝知影讲约伯伊是敬畏上帝，但是以前拢干那听，知影都毋捌看到，毋捌经历到。啊，即马就是吼，要经历到。伊经历到吼，伊要讲即个上帝就毋是听啦，就是伊经历到，这是第一手的。吼，兄弟姊妹，有时咱即个信仰若为传来。会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你若去经历到的，你就会知影这个信仰是真实的。过去约伯想讲哦，义人都未受苦，义人都未拄到这苦难，义人上帝救伊，但是伊拄到艰苦的时，才知影讲，这甲我过去听的拢无啥共款呢。啊，这个上帝是真还是假？上帝毋免甲解释足侪原因，上帝可以会当经历到伊，可以知影其实。伊是所知影真小可，伊是一个真无知的人伊当伊去上帝摸到的时，会当知影这个是上帝的时吼伊知影上帝并无放下你，上帝无离开，上帝是介绍甲彼得，所以伊就无咧甲咱望迄个
过去所听到的前望暂时的福气伊搁较要紧的，就是讲伊甲上帝有关的，伊会当起了伫上帝，上帝的确袂弃杀你。兄弟姊妹，其实咱的信仰爱真实去经历上帝，你爱祈祷，你不断祈祷去经历上帝。我有时受邀请去做陪灵我就真正嘛有原住民讲你有啥物目的，还是啥物目标？若是敢若一个例行的活动，咱教会就来办一个陪灵会，来陪灵一下，无你信徒都信心的领导去，灵性的倒地，来陪一下。这种陪灵会的文化甲传统嘛是足奇妙。迄个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伊讲伊足硬的，伊较早少年讲道伊嘛足认真准备的，但是讲结果会友就是遐人。即摆请一个更较大牌，即个周连华牧师来好，安尼坐甲满，后礼拜伊无过来伊个共款，伊个无几个人，所以伊就感觉讲爱差较济，表示牧师讲的道理兄弟姊妹感觉无稀罕，也无啥咧听啦，即我就想到迄个财主甲律师路财主去到阴间痛苦的所在就讲我的做法，你就即个律师路死人，叫我去甲我的兄弟讲，无因就是会到我遮艰苦啦。但是阿必安怎甲讲呢？阿必然讲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对死人讲话，因嘛毋听可劝啦。所以这段圣经响伫我的心，我就甲做一个描写可能咱教会中一兄弟讲牧师咱过即马看起来真冷淡大家信仰拢倒退，是毋是请某某出名的这个牧师来甲咱陪灵一下互因会当提升一下，免得到因去到阴间火湖的所在。我相信主会讲恁都有恁教会牧师传讲上帝话，恁都会当听都无啦，牧师毋是啦，定爱去听迄个上较出名的牧师迄个名目来陪灵啦，因才会悔改，因才会成长，因的信心才会提升啦，教会才会复兴啦。但是主要讲因若毋听恁教会家己牧师所讲的道理就搁有啥物名目来甲因讲嘛无效啦。我咧读这啊圣经，我心中就是对即款的。中基牧师讲，伊少年的时咧讲道，甲老咧讲道拢共款。毋过少年的时阵无出名，都也无人要请伊去讲道咧。到有名，遐要叫，其实讲的道理毋是共款吗？要讲的道理毋是共款嘛？但牧师嘛讲我现在我即马都我都用较自信较有辈分个现在我担当过各种的职务，足多人要叫我去。其我讲的道理，讲有啥物无共款嘛，无啥物两样兄弟姊妹，就是咱爱真正去经历上帝，咱爱去爱耶稣，咱才会想要听到底耶稣透过圣经的话，上帝话要甲咱讲啥物？咱就是爱经历足伟大的神学家，迄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巴特，20世纪上伟大的神学家。伊著作是有够济但是人家问讲到底神学是啥物？毋免讲济啦，迄大波人读袂了。但是伊敢若讲一句尔，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知明，我知耶稣听我。你若无感受到耶稣听我，你阁捌偌济信仰的知识，听偌济伟大的人的道理，偌出名的人的道理，这个信仰甲你无关的。伊的回答就是，互咱会当讲，我对知影，甲我接受，我才会当信过。我进前迄个孙光德兄弟我就是讲伊的信仰我感受到伊咧唱讲诚信啊，
请你来，大大充满我的心灵。哦，伊这个较无圣神充满的啊！我即马拄着大试炼，我无法度赢过，你就来拯救我。我即马拄着这个大病了，我无法度得到医治，无法度担当，你来医治我。哦，这个歌就是伊有迄个较无，所以伊去经历着，伊真正得到医治啊！你搁安怎甲拍死伊嘛？无可能讲啊！我若不是耶稣吼，我哪有可能啊？这医生嘛，认为不可能啊，手术再改啊，拢无可能啊！这胰脏癌都无人会活久的，但是伊都活来。所以，这个信仰就是经历。兄弟姊妹，咱今日搁读到约伯了，读到这个保罗就是有经历耶稣，伫大马色去拄着耶稣，所以伊才会当真正讲，咱今日读的另外这节的圣经哦，保罗讲哦，总是我担正做这点好的人，是对上帝恩甲有，搁伊所想出我的恩不是空空。若是我比因正人较着我，比其他的使徒较着我，伊讲其实毋是我，是上帝恩甲我伫的。我会当为主比其他的使徒较着我，这毋是我搞，这是主的恩，这是恩啊，这就是福气，这就是福气。蒙妖我的恩，就是蒙妖我的福气好处吼。所以保罗这句话真拍动我的心拍动我的心。最后所讲，我要用什么来批评这个世代？因亲有什么？那像囡仔伫迄个街市笨蛋啊，毋过人跳舞迄个推胸用铁扣，就是讲大家足冷淡的，也无啥物反应。我有时伫教会服侍，特别伫中会，还是伫国都有时我来感觉讲真灰心。改成好像逐个人伊也无用，伊有代志，好像逐个要做的代志，逐个拢有理由，逐个拢无咧反应，像即个中会，要迈向100年，要宣告10年，议长是足烈的，咱就去设计，逐个去想，要去做，但是要参与的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顾好我家己就好啊。大人无去想讲我免会当真正，这若是主要呼召咱，互咱会当去把伫过来这10天，咱会当为做啥物？兄弟姊妹，有时咱的心情拄啊差真济。我拄着迄个林丰信牧师伊就找我讲陈牧师咱的时间算的这10天上，你这10天若无注意，过来就差无啊。所以我伫爱，那敢的市长长咧祈祷讲2天做4天拼，我讲1天做2天用啊。你就是爱认真去拍拼你无做就是过去啊。所以使徒保罗就这款的心情，伊感觉伊原来是袂堪咧做使徒，伊逼来教会，伊根本就是袂堪的人。但是因为伊经历主耶稣，伊有圣神充满，所以伊得当参与伫主一款这么神圣的工程。伊为着主的恩典，伊欢喜比其他的这个使徒较去冒险比其他使徒去承担较大的责任。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咱每一个人要过主所欢喜的生活，会当更较久长来服侍主。这本来是无简单的，就咱人生是无简单。但是我相信，当你若去拄着上帝，你去经历上帝，你必经历像约伯、像保罗，还是像做这的上帝所用的圣徒，我相信你就无同款，咱教会70周年也要到，咱要搁向前毋望圣神引带咱。互咱教会无论是咱咧推动这个祈祷
复兴基督小组，还是有小组的牧养，还是幸福小组这个门徒的训练，咱若无经历上帝，无感受主的恩，实在咱要行会久、行会远，咱拢会真困难。我捌讲韩国上界，我认为上界伟大，还是讲上界伫上帝国度影响上大。这个大地天主教会的主任牧师何永作已经倒转上帝遐。1992年，因为圣神充满伫德会，伊的教会知影无挖去圣神袂使，所以伊就甲因所有同工，咱就爱挖去圣神。圣神互咱会有开力，圣神互咱有信心，圣神互咱会要迎跟耶稣，圣神互咱会有创意。咱要做啥，咱靠着伊会当成就。所以1992年了后，这个教会不断成长，互伊会当到即满车派2000几个宣教师，全世界第一名。信徒若毋是支持宣教，就是去参与宣教。意思是讲，咱的信徒若毋是支持迄个传福音的事工，就是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教会诚做非常臃肿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毋茫伫今日70周年，这也毋是一届庆祝。我相信咱的教会咱拢是诚做余中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咱嘛是咧写历史，到底咱的教会变做安怎，甲你我拢有关系。毋茫咱会当唱约伯。毋是敢若听到，毋是敢若第二首的，是第一首的。我是会当看见，我经历上帝。我像保罗，我虽然劳苦，我就是因为主的恩啊，毋是我熬。因为咱会当有一天会当见成讲，我会当这么热心服侍，我会当这么慷慨奉献，我会当这么献心，我会愿意安尼付出，拢是对主的恩甲爱啦。对主的恩解，望咱每一人拢会当检查到80周年时，你会当写一篇见证，你会当来荣耀主的圣名。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若毋是你的恩，阮生命拢袂活。但是主啊，你的恩典教育阮用，让阮会当真正得到你的听，互阮真实去听你。主耶稣，阮会当若甲爱人共款，甲你不断谈恋爱，甲你有更较亲密的关系。地教阮会当甲人，阮无论是厝内的人，还是教会的人、外口的人，阮拢会当听的。主啊，阮拢会当真正欢喜来献互你用，阮一生会当来尊戴你。主耶稣，愿你对阮卑微人的身躯顶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互阮会当来服侍你，因为阮欢喜献互你用。主啊，毋但阮领受祝福，阮的家庭、阮的教会、你的国度，拢要得到大大的复兴。主，阮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回应诗圣诗第548首，我是为基督，请会众起立吟全首。我
这咱永远徛伫咱的台岛，请咱为着咱伫昨暝伫台东有地动，伫咱高雄也有足大的反应吼。为着这个地动，求主保守咱平安来祈祷。咱嘛为着这个疫情继续祈祷。为着咱这个世界会当福音会当传遍天下。咱嘛献上代祷，为了咱的教会要70周年，咱伫10月15有感恩的礼拜，望咱的感恩的礼拜会当真正将水的果子，甲将一切荣耀来献予咱的主，咱也为一切筹备进行的顺利。咱9月25礼拜清风的敬拜中心头一届要礼拜，下晡时3点吼。咱望这个装潢拢会当非常完整来完成。咱也为着这个事来献上代祷。咱下晡后幸福小组的启动会，望这期的报道会当有好的收获。咱献上代祷。为着咱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为着拄着死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老明青长老的家族特别代祷。咱所关心的，咱带来到主的面前。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3声，咱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新的主日，伫你的殿中，阮会当敬拜你，阮会当来领受你的话命真理，进入伫阮的心。主啊，阮的心中会当来领受主你爱阮领受的。主啊，阮会当真正。有真水的信心、信仰，有经历上帝，会当对你的真理有明白，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阮嘛经历你，阮会当将家己献予你，阮会当掠服侍你最欢喜，毋是服侍正最重担。主啊，所有你的百姓拢会当更较有主你使用。主耶稣啊，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徛起的所在。主啊，昨发生的地动，你求你保守，互这个地动无影响到阮的安全。主耶稣，你也保守这个疫情会当受到控制。所有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无论是开拓的教会会当顺利进行。阮的70周年的庆典拢会当将水的果子献予你。祝你甲阮同在，互阮教会会当成做真实用报道最丰盛的教会。来结出甲过水，广阔你的国度，为着正向的姊妹有软弱的、会听的，伫疫情中的，求你拢甲因同在。主啊，阮将老长老妈伊已经煞一切的苦，求你安慰为足，甲因同在。亲爱的主耶稣，阮只有来到你的殿中，阮会当祈求你。主啊，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主啊，你关心着阮，你的恩典教育阮用。主啊，你保护阮台湾，虽然有疫情，阁有地动，求你保守阮平安。主耶稣啊，你也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诚做真正祈祷、学乐，会当互人，阁较会当诚做传福音、报道、救灵魂的教会。主啊，互新的人加添伫阮的中间，使阮下晡的幸福小组的启动会，拢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感动。主啊，阮也将阮70周年，无论是阮开拓的教会，阮要感恩的礼拜，求你互正向的姊妹，阮拢是一家人，阮伫这个大家庭中间，阮尽阮所会当做的。主啊，阮会当参与，会当将荣耀归予你，将水的果子献予你。主耶稣，你也看顾你的百姓，伫阮中间有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主啊，伫疫情中间有确诊的人，求你也互因会当紧紧得到恢复。主耶稣，阮中间有拄着死失的家庭，求你也安慰。特别昨有长老妈，上帝你带伊倒转去。主啊，你刷伊落苦，求你安慰为族每一位，特别甲为族三甲地地。互因会当有好的信仰的脚迹，给人继续来跑走主所欢喜的路站。主耶稣，阮感谢你，将遐的姊妹拢仰望你，
求你听因的祈祷，求你感纳因的所求，求你喜乐丰盛的恩典充满伫因的身躯顶。主感谢你，听我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非常请坐，请祭司收奉献。现在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我的愿乎你，愿主荣你旨意，我的在情。耶和华以了上帝，阮感谢你所赐丰盛的恩典甲恩赐，互阮有教义的恩赐，伫逐项事工顶面尽心服侍你，搁保守阮伫事农工商一尽行通，教义有春，也看顾阮的家庭有平安甲和谐。当阮甘心乐意将上帝所赏赐的一切献上伫上帝面前，诚做教会事工路用，愿主加倍祝福伫见哪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祝福车恳。请陈牧师，带恁通平安去，愿恁会当日日甲主耶稣谈恋爱，建立亲密的关系，来领受伊丰盛的恩典。直到恁会当讲，我会当热心敬拜上帝，热心服侍主，慷慨奉献，全然的献身，甘心的付出，拢是蒙受上帝恩典才为。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
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列岛闭会。